程一作文會考啲咩題目呢？好多家長咧都擔心程一作文會考咗說明文啊、描寫文呢一啲學生比較弱又少作嘅作文題目喎。不過咧，黃老師可以同你哋講啦，唔使擔心啦，因為根據我哋以得過往4年收集翻嚟嘅程一作文題目去睇咧，基本上如果學校老師冇指定話會出啲乜嘢寫作題材嘅範圍嘅話，好大機會都只係會出記敘文嘅啫。而記敘文有咩熱門嘅題目咧，係一定會出嘅咧，一定係一次乜乜乜乜的經歷噶啦吓。而呢一個乜乜乜乜的經歷咧，可以係四字詞，亦都可以係詞語嘅。我哋見過有啲學校咧會出一次傷心不已嘅經歷啦，一次意想不到嘅經歷啦，仲有啲一次令我深刻反思嘅經歷。如果係詞語，簡單啲嚟講嘅話，一次難忘嘅經歷啊，幫助人嘅經歷啊，俾家人責罵、同同學吵架呢一啲咧，都係熱門嘅題型嚟嘅。所以你哋見到題目係咪偏向比較簡單呢？唔使擔心，做個正常發揮就可以啦。記得記敘文最少我哋一定係寫5段，包括啲乜嘢呢？倒敘法、起承轉合。咁就得噶啦吓，正常發揮有用到修辭成語，做翻個正常嘅結構，咁就 OK 噶啦。咁呢啲咁樣樣嘅作文小技巧咧，都可以喺黃老師嘅作文影片班嗰度學到嘅。希望呢條片嘅資訊幫到你哋啦，再見。